好，来继续来看交通部本地来宣布讲，今年的3月初1开始解除着禁团令，将开放组团到中国来游览。但是因为中国一直无开放中国团来台湾，加上中国各单方面来修改着 M503的航路，所以交通部紧急发停，敢若开放3月初1到5月底已经报名的会当来出团，6月就搁开始来禁止，相关的业者是噗噗跳。 那呢，什么时阵会过来开放呢？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这就爱看中国是毋是有来释出着善意。陆委会主委屈泰山是讲，若是单方面开放台湾团客到中国，一定会造成巨大的逆差。我们单方面来开放，那台湾团客前往大陆，那必然会造成庞大的逆差。点出现实面，莫互对方白趁外花。不过这声音要如何提出来？因为关定3月之前，咱台湾团客去到中国旅游，正式锁定了年前大顿西。大概有4000团10万人了哈，所以这个就如期出去哈。后面就看6月1号就看对方的这个善意表现。已经报名为3月初1到5月底4000团，拢总10万人。6月初1之前会照常出团，6月开始禁止团客去到中国旅游，除非感受到对方的善意。面对业者定为损害款客，交通部嘛强调，咱台湾敢若一成旅游业者专门伫咧做去到中国旅游，只不过搁互在野定兄争着机会。旅游旺季绝对是6、7、8月，6月以后都不能去，所以3月1号到5月的要感谢你们皇恩浩荡，你说可以去就可以去，民间的你要考虑嘛。对，所以你要考虑民间国内的业者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民间的生意，应该呼吁大陆。我当然。佮回归两化议题，毕竟当初中国禁止旅客来台湾，嘛是讲停就停。佮一方面改变 M503航路运行，尤其佮反间谍法，造成台湾人人身安全风险。就是在进行总统大选啊。总统大选，所以呢？所以老共他在操作啊。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去中国的时候消费将近800亿嘛，但是中国来台湾也带来了700多亿的消费，所以如果中国客不来台湾，700亿我们赚不到，为什么我们要给他赚800亿？讲话是3到6点，不过嘛点出现实，要去到中国旅游团，可能着政治边，嘛演变做朝野攻防的战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